大家好，我係 Nicola。科學證明啦，40歲後皮膚每日會流失1% 嘅膠原蛋白嘅，所以錯誤保養會導致你皮膚會加速鬆弛啦，同埋加深皺紋嘅。如果你仲係每日用緊啲含有酒精啦、合成香精啦，同埋防腐劑嘅護膚品嘅話咧，咁不單止唔可以保養你嘅皮膚啦，仲會每日加速你膠原蛋白嘅流失嘅。咁所以屬靈肌嘅女士朋友咧，記住要注意，盡量去選購一啲係比較天然啦，含有植物成分嘅護膚品嚟取代化學成分嘅護膚品啦。咁今集就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